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我是阿德。你好。我是龙。你今日恭喜，今日天气真好。咱今日要来讲的故事是啥物？顶届咱讲即个冥婚的代志，对无？对。即届咱讲实在，即届甲鬼嘛小可有关系。你咧对这有兴趣呢？但是毋是鬼故事啦，毋是鬼故事，是在即个咱因为当旧历7月嘛，所以有普渡，咱若定定行迄路的世界，就看到啲普渡，所以甲普渡有一寡关系。但是毋是普渡要安怎普吼，这是毋是咱即届要讲的主题。但是要开始讲真正咧，咱先来做一个更正启事吼，顶届闹念毋对的所在，爱特别有一寡朋友来有甲我提出来吼，讲啥物所在小可念毋对，主要是地号名。后来我捌讲过，讲因为无共款的人生活吼，伊咱对咱即个生活所在，共一个即个汉字念出来的方式是无共款的。所讲的口音啦，有当时是先有音才有字吼，所以即个字你写的时阵，汉字你写的时阵，无一定是符合原本咱发音的方式。所以咱等到头尾用这个字来了解伊的发音的时阵，是有当时是有问题。嘛拄好会念毋对吼，大家才会来留话甲我讲，才有一块互动安尼。甲大家讲一下，第一就是咱讲台中即个东市，咱要讲着东市，其实是东市。东市。咱定讲即角市吼，其实讲所以自一开始即个汉字当初时你写时就无应该写市啦，因为这是势力的势。但是真侪所在包括南四角、南市角，嘛是写市，但是即个字毋对啊，毋管，反正就是其实念做东市吼，东市西市安尼。其实较早宜兰嘛有安尼分吼，拄开始5、3个带人来到宜兰的时阵，伊迄时阵伫咧头城佫过来吼，我大溪山边，其实是看袂到大溪即个山的后面了，就是咱向南边即边，所以迄时阵的溪水分两边，其实是东市大溪甲西市大溪吼，所以是无共款。过来佫一个所在叫做嘛是伫台中叫做后里，其实念做后里吼，但是因为写即个红叶的叶，所以我都开始念后里吼，其实念做后里。过来佫一个是即个卓兰，咱会想讲是安尼念，其实伊原本的汉字伫改名进前叫做赵兰，赵是罩子放亮一点迄个罩，其实念做大兰。是安尼，在地是念做大兰吼，这几个发音是咱真正有念毋对吼，趁这个机会咱甲订正过来，甲改过来安尼吼，嘛互大家了解一下，甲纠正一下，甲纠正过来吼。若是即个后壁其他所在地号名佫念毋对吼，我嘛是我大概拢调工不去查地号名要安念，我就希望讲我紧你若认为讲我甲你的故乡的地名念毋对，来留话甲我讲。对啦，你若熟悉，你甲通知者，我较了解。无毋对。过来咱的即个恢复咱的流言老话吼，是一个姓区的，叫做区，即个叫做雷吼区。我捌查过即个字啦，叫做伊是念做蕊啦，敢若一蕊花无两蕊花，迄个蕊。但是伊的汉字其实是写即个蕾丝的蕾，草字头佫一个大雷雷，区蕊蕊吼。伊有老话讲，阿德你好，我是3个囡仔的老母。大汉的伫国校2年，国校2年指的应该是当讲国小啦。国校2年，细汉的2个是3岁半，所以可能生相生的款。伊讲2个拢3岁半，总共3个囡仔嘛吼。袂歹老大的是国小2年嘛，两个细汉的是拢3岁半。伊讲多谢你的节目详细来介绍查甫性器官的名，你记咱真正有一集，我伫讲李祖庙小金的时阵有讲着。伊讲甲真正面吼袂粗，对我家己了解了，甲去教囡仔嘛，拢真有帮助，所以都甲咱说多谢安尼。你要回应无？袂啦，伊安尼来当接受阮就好啦。有影要讲迄节目啦，讲甲有一丝安尼惊吓，毋得要安那
安那来讲一个较平顺的，大家听较有趣味。毋过这要讲听有趣味，敢若有一丝丝为难啦。嘿，喙会软哦，所以尽力啦。其实毋是敢若伊啦，国内的人拢甲我讲，伊感觉讲啊，即个表达的方式已经袂歹吼，就毕竟真正是爱学这物件，但是比较即落物件较歹学啦，嘛无啥会人去讲即落代志啦。一般较袂较正经来甲大家分享讲这物件。伊敢若去上课安尼。伊较佫写规罐，就是伊学着这个事，但我都无佫念一解。好冇啦，冇爱倒啦，有闲大概知影就好。啦，有闲甲去听安尼啦。好，咱今日当要来进入咱的即个正题吼，这是咱真正要讲的物件，就是咱当讲着普渡。普渡的时阵，其实内底有真侪风俗、真侪仪式，对无？吼，咱讲公普的时阵吼，所以你若捌看过一部电影，我毋知你有捌看过是王小弟。王小弟还是弟？迄个是念弟。嘿，你敢若弟弟的弟共款，念起来是甲弟弟的弟共款吼。王小弟导演吼，伊有一部电影叫做《魔法阿嬷》，魔法阿嬷，你捌听过哦？捌听，电视顶嘛捌播出过。捌啦，但是因为我毋捌伫看电影。你若有看过吼，都有看过的人，就会有即个印象，讲内底有讲着讲是要安怎普渡，拄好即个阿嬷，因为阿嬷会晓做法啦，吼，阿嬷就厉害安尼，因孙就是。对即个妈妈先甲囝囥伫伊遮，所以都阿嬷甲孙两个爱斗阵安尼啊。嘛，敢若隔代教养的意思。但是因为即个孙是倒起来的吼，倒起松，所以对阿嬷一寡做法吼，真看袂过吼，两个人的一寡冲突。因为即个。阿嬷吼本身我当讲伊晓做法，吼，佮看着一寡物件，吼，所以常常爱甲真济魔神啊，或是一寡孤魂野鬼斗相共，所以伊即个时阵就是讲，伊内底有着讲着安怎普渡，就是因为咱7月鬼门开的时阵吼，孤魂野鬼拢会出来嘛。平常时无出来的时阵吼，因伫内底的时阵，即个孤魂野鬼的脑后会变足油的，吼，伫即个变阴嘛，伫即个卡通内底有做即个物件吼，脑会足油的，油吼，就是一说敢尖共款安尼尔，吼，脑会互缩做伙，伊就无法度食物件，内底佫有火，所以就算你硬吞落吼，嘛全部拢变成火炭，你食落物件变火炭，所以是安那讲，咱平常时免拜即个时阵就爱普渡，就是即个时阵叫放开，所以一直到旧历7月即个时阵吼，即个孤魂野鬼若有放开啊，恢复正常啊，安尼才有法度真正来食物件。毋过这嘛是爱做一寡代志，才有法度恢复正常啦。毋是讲你时间一到，家己就然后就恢复啊。所以即个部分咱就留待即个后壁再来讲吼，因为这是一个仪式。所以咱即马即个时阵要来普渡吼，一来是即个慈悲布施吼，因为因总算会使食物件吼放出来，所以咱做一个慈悲布施安尼。第二就是做一个善事啦，算讲是做善事吼。第二就是来祈求平安吼。咱一般咧普渡其实主要就是这两项，即个想法安尼。但是咱先讲转来即个魔法阿嬷的代志吼，其实真趣味啊。魔法阿嬷是咧1998年的电影院伫咧上映的一部，咱当讲动画还是 anime 吼，看你要安怎讲动画吼，华语叫做动画，就是卡通的一款安尼。离当已经23年啊，真久啊。即个导演吼嘛，一直甲当，还佫真侪作品伫咧产出吼，叫做王小弟。王小弟台语叫做王小弟，伊是查某的咧。我知伊是查某的，但是毋是王小弟哦吼，王小弟台语毋是叫做王小弟。真善，我有印象即个人。弟会晓写无？有一个木字右边敢若一个咱叫做嘛，毋是好，是有类似迄种。种逮捕的逮，倒手边迄个错字边吼，摕掉写一个木头的木，迄个字念做弟，台语叫做地，第三音所以说王小弟，毋是王小弟，毋通叫人王小弟吼，无礼貌。即部电影既然伊是即个动画吼，咱讲动画啥里面吼，伊自然都爱有人配音，内底上有名配音的人就是。文英阿姨，文英阿姨，所以伊的声非常特色。伊的声嘛真特殊，对，就是伊来配吼，所以真可惜，即个文英阿姨伫咧2009年的时阵就来过身啊，这我想真侪人拢知影。毋过无要紧，其实听讲今年即部魔法阿嬷吼，经过整修咧，因是20几年前的电影，其实久拢会还去吼。因经过重新整修了后，有按算讲要重新伫电影院来上映，来播出。所以咱若到时有一寡朋友
啊，毋捌看过这出电影吼，真正会使去看一下，确实有厉害吼，这部电影确实有厉害。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敢若囡仔伫看的，敢若卡通的动画安尼，但是内底意义真深吼，毋通即届就毋通放弃吼，一定要去遐看卖。虽然过来讲倒来，拄则讲到内底有讲到普渡的代志，对无？所以讲到普渡本身哦，普渡一般大约分成两款，一款叫做私普。哦，家己厝的啦。无毋对，对，咱定定讲拜门口嘛。嘿嘿，咱都拜老大公。咱遮拢安尼讲嘿。老大公啊，有的人因为搭较平顶吼，嘛会参一个老大妈。老大公是统称啊，甲搭定定讲啊，老大公老大妈做伙讲安尼。啊，另外一款就是公普。分私普甲公普两款。私普就咱拄仔伫讲拜门口啊，一般的徛家公司大楼嘛，定定讲啊，咱无咱做伙来拜嘛会使吼。啊，你若一般徛家家己要拜门口，家己厝的迄就是私普啦。关键上拢会较简单啦。当然你若住伫公寓，无法度，你就是大家做伙拜，伊无可能因为袂使你厝的拜嘛吼。所以即个部分你家己有过去你咱厝的伫私普的时阵，你家己有经验嘛？一般你拢会准备啥？你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下无？哦，这吼。我即嘛是延续吼，以前阮阿嬷，我是甲阿嬷住做伙嘛。阿嬷来，伊就老伙仔，古早来讲拜，一切拢是伊做主。伊老岁人做主较济。我即就是做相处的所在，伊若好我就好。伊叫讲啊，你去买啥？你去买啥吼？我就去甲买这转来，伊欠啥我就迄落。伊满意，伊欢喜，我就安尼。我目前来讲，到今日为止啦，我已经提早嘛因为时间上，已经摆好。我今年已经摆好，因为就是时间上小要超囡仔的时间会较袂好势啦。我讲清楚是要超囡仔时间，超囡仔时间等来到3天，要超阮囝的时间。等来到3天外口拜安尼要拜老大公时间较袂拄好。我是感觉这是讲我家己代志，我安尼真困扰，互相超袂好势。你伊有时间，我有时间。我当然我是有时间，不过上班的人较歹找。过去人拢叫你准备啥？我代志我家己处理安尼。我准备啥到目前为止，我上基本的就是鸡搁一个猪肉了，迄叫做三星。迄就是阮阿嬷的你无鱼啊？你的三星是无，因为即摆迄是老伙的心意伊古早传落来，甲咱拢为止，只有是外口拜老大公。是这个情形，阮啦，一般三星是有鱼啊嘛，是无对，无这样阵无，因为老伙感觉伊用伊上大的诚意，因为鱼啊较俗，可能吧，伊就是用这三星就是吧，一只是几只？一定要转鸡转鸡，过来一个猪肉了，就是做一个生理嘅其他就是随在你的迄落，一般佫有竹笋。我嘛老伙仔讲的意思，我嘛拢无啥物清楚。我认为只是因为竹笋这个时阵都好伫大出啦，可能嘛是安尼啦。因为7月时阵是竹笋大出的时间。基本上你讲以前的配备就是竹笋、韭菜花韭菜花果因为7月以前的人拢爱用果对。即摆已经无啦，即摆送去做迄拢是买方便，而且敢无一定会有所以讲我即摆的情形来讲。老伙来成立这个教元素，其他啦，比如讲麻糍，基本上嘛是固定会有诶，固定嘛有。毋过我讲，咱即马3C时代、科技时代，拢尽量讲，咱买家己会下食诶，咱莫讨债。你有诶，如果讲你若要去拜，我以前捌看阮对面有一个盆桶看的人外讨债面菇遮大地大粒的饭规桶，这是事实的嘛包括有猪肉了，一地遮大地可能差不多正斤，
规个拢倒咧，我是感觉讲安尼无理想。我相信你讲你拜神啊、拜佛啊啥，你拜甲倒掉，我感觉我相信神啊、神尊应该嘛会感觉你安尼毋对。偷这物件啦，对浪费吼，咱爱食物修福，毋好做这代志。除了拜的，这食物了，毋是还佫有一寡，比如讲金啊，金对，迄金啦，有诶无？无，迄金即嘛是拢安尼哦，你去金店买，伊拢甲你款好好，拢配好，吼，大中小安尼吼，较大包、较中包、较小包，看你要什么款的，互你家己去选吼。尽量啦，你看你会欢喜就好啦，佫有啦，泡啊，你买也歹。实在你有种一天咱逐个就嘛庆祝兄弟啊，逐个来食参与食着，逐个欢喜，所以你就该用一个，即马拢是用款的环保泡，就简单，就是饮料所以讲一桌顶你来摆起来，你感觉家己满意，我是感觉呢就好啦，生意在就好啦。其实是安尼啦，书铺吼，我感觉上重要的一件代志，一定要注意，就是绝对袂使你厝内摆，吼，这是基本原则。当然啦，你若带公务吼，你想要摆，就是对即个大楼管委会嘛会使。对。你若一般透天厝，就是去门口埕摆，吼，上好是较外口的一寡啦，吼，无像咱讲，就是因为咱伫即个好兄弟吼，讲实在伊无算讲是神明，吼，毋是神明，拢伫外口的啦。所以我想大家嘛，无想要。拢招一寡，入来厝诶吼，入来到厝内吼，所以这是一定要注意，毋通伫厝内摆。那入来厝内聊煞袂记你登去看别人所以一定要注意。另外，贡品对啊，咱都讲到贡品的部分吼，现代人其实就像你讲的，咱家己肯食的要食的物件，除了三星的基本的物件以外，其他就是。比如讲，即马大出声吼，啥物较俗，佫有啥物较介意的。其实当然包括即个超级市场啦，甚至传统市场，拢甲你穿好好，甲你穿便便，都互你家己来一份都买走都会使。但是你若家己有要款摆吼，过去有一款讲法啊，包括讲即个金蕉。李啊、来啊，这三项毋通做伙摆。招你来啊，这叫做招你来。无啦，招你来，恁这食都走无要紧啦，也还好啦。佫像零件吼，即款一粒一粒的物件吼，数量较济，即款的嘛较无好。意思就是讲会来足济啦。毋过可是这零件就是当季的哦，一直拢有哦。所以其实有即款讲法，但是你讲感觉趣味无是真趣味，但是。因为这是一款真奇怪的心态，就是讲你要共交代，你佫惊人食。对啊。其实一般主要就是讲惊讲我都无款遐尼济，恁食无够煞起源加股份也贵来5回，电都对我生怨册安尼就加衰。所以咱所以有即款的讲法，但是讲实在，这拢是一寡民间流传的讲法，而且我家己了解是讲，这是拢较近代才有诶，毋是讲过去就一直即款讲法，所以互大家若有兴趣做参考就好啊啦。这有啥拜啥，只要你有诚意，对啦。其实我是相信讲生意食水甜啦，你若心存正念，自然平安顺遂。对啦。无需要伤轻分这细节的物件，对我来讲。对啦。所以若当一寡水果较俗，是长水长大喙，我都嘛买遐就好啊。所以重点是吼，咱爱家己介意食啦，你这较重要啦。莫讲买者无爱食，等你边仔互烂吼，安尼就不好啦，毋好啦，嘿啦。过来，咱拄讲是书铺嘛，吼，你刚刚讲另外一款叫做公铺，公铺就是讲一般以信用中心为基础的，意思就是讲一般会伫庙的头前举办的。庙的附近的这徛街啦，吼，整个头的人拢会做伙来个遮做伙摆安尼。包括吼，咱遮有迄个。强诶吼，有去互问事吼，伊就像咱遮厝边仔一嘛是安尼，因四周围哦5、6家伙，定拢有较做伙嘛吼，有伫来往伫交流，因就会找一日。大家同齐伫因的公庙头前做一个，嘛新名来斗保庇。嘛呢，就是像你讲公铺共款诶，做伙一起，较闹热啦。对，因为咱庙头前吼，定拢会有即个庙埕嘛。过去咱咧讲信用卡啊，信用卡啊意思是讲，这四角四吼，即个范围内，就是拢以即间庙为中心的即款的生活方式。过去人是安尼生活，嘿，所以大家都会拢会有分着，你知影？就是即个伫拜时，大家拢会有分着，就是逐年咱会选出一个炉主啊，几落个头家嘛。着炉主的人，譬如讲咱遮咱就会讲，即家即口罩今年着欠，对无？咱就有即个讲
方法。所以像即款公谱的时阵呢，第一就是庙的一定有主神伫遮，第二就是咱公谱全部伫普渡神，即个庙内主神会伫遮坐镇第二个就是咱今日我讲遮久啊，真正要讲的主角已经过10外分钟，伫要20分钟还未讲到主角本人。主角叫做盐口鬼王。其实你若详细看，你若看公谱上一定有即个物件盐口鬼王嘛，做即个名人大师爷。就是讲庙的内底公谱的时阵一定会猜出来，有的人书谱嘛有，但是这真少啦一般是公谱为主。名人大师就是咱伫讲大师爷、普渡公，有捌听过无？有但是一定有请一个师公伫遐坐。因为公谱一定有师公来处理啦。对，是庙的啦，应该讲公谱庙的公谱的时阵，师公是负责即个仪式该安怎做，该安怎做，伊上主角伊爱负责诶。咱头先讲旧历7月的时阵，即个好兄弟总算拢通出来透一下气对无？所以咱用世间的人嘛，趁即个时阵来普渡布施，展现慈悲。但是因的脑根本都无倒食物件，要安怎传呢？所以即个时阵盐口鬼王就会做一件代志咱师公伫做即个仪式，就是甲鬼王讲开始要准备要开始即个时阵做即个代志叫做放盐口、放焰口，也就是讲甲即个好兄弟即个道会闹甲炮开，互因通食物件无毋对。但是即个盐口鬼王要安怎来咧？其实伊是出自佛教的经典即个佛教经典叫做佛说九八盐口五鬼多罗尼经，非常歹念。我念一解，你听看觅。讲较慢一个，莫遐紧嘿。佛说啦，佛说九八就是救拔，拔是拔牙的拔，救拔就是甲你为即个苦难内底救拔出来，救拔出来安尼。佛说九八盐口五鬼恶鬼恶鬼，咽口不是好恶的恶，也不是罪恶的恶是恶是饥饿的饿。五鬼迄种五鬼是专门的念法盐口五鬼多罗尼经陀罗尼经就是陀罗尼经是伊的即个经典的名叫做佛说九八盐口五鬼多罗尼经内底有记载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即个欧兰古名人鬼王的故事。欧兰是这故事就是讲即个释迦牟尼佛的人称多闻第即个欧兰尊者。欧兰尊者是一个地主就对阿兰叫阿兰，我常常想讲敢若伫卖快炒是袂使，所以因为我来看迄个装电视的但是我即部分我希望尽量用阿兰用文言的可能较小可歌戏腔的即个开口的讲法我用做欧兰尊者来念因为国语嘛较接近安尼。伫咧伊伫咧树林内底修行禅定的时阵常常看到一个规面拢倒火规身躯散过薄板，看起来真痛苦的即个鬼王来到伊的面前即个鬼王自称伊叫做面人面人就是面部燃烧的意思面人就是烧起来真烧的意思面人伊就甲即个欧兰尊者讲你3工了必定会落入五鬼道，若想要撇处好劫，就要布施1000个五鬼，各一福的饮食，而且搁要共用3宝。讲完伊就离开无代无志来讲呛声完就走伊就是给只是给提醒的意思就对啦，叫你解脱你的难关啦。补充者就是讲，其实咱讲即个五鬼甲妖鬼是无共款妖鬼是贪食啦，咱定讲妖鬼定是贪吃啦。你若是伫南部较南部敢若是较爱讲使食喙。妖鬼喙，使食，伊讲就使食，咱无人讲就使食喙但是咱一般咱食咱讲妖鬼也是妖鬼喙，讲就妖鬼安尼一般拢会讲妖鬼喙啦，加一个喙就讲你有够妖使定嘛会补一句话讲，比如讲妖鬼加细字对无？咱定安尼讲，爱食个往加鬼加怪安尼。但是五鬼主要是只讲即个六道之中的五鬼道内底的众生所以意思无啥共款即个五鬼因为无法度接受人的布施贪念真深，所以永远无法度满足，统称叫做五鬼所以无底洞安尼拄则有伫讲即个鬼王其实伊讲要求即个欧兰讲，你爱布施1000个五鬼，各一福的饮食，一福其实是一个单位啦。伊若要写汉字，写一个角，角就是西门带角迄个角，头上长角那个角。边仔佫一个1斗2斗的斗，就1斗米2斗米，1斗米2斗米，这个是
台语念做福，其实就是偌济啊，比如安尼是一斗是几福吼，安尼去换算的一个算单位啦，单位啦。反正意思就是讲你准备偌济量，互人安尼意思对啊。啊，即个荷兰的吼，即个贵用安尼一讲吼，伊就想讲。啊，即个歹看面的，讲的毋知是真是假，啊无咱来去问师傅较实在啦。即个上人嘛，荷兰嘛已经算是上人，所以咱用就即个声音帮伊配音一个吼。即个荷兰尊者就来去问即个佛陀，啊佛陀一听自然知影因果，吼，伊就甲荷兰教导即个多罗尼西实法，吼一个经，一个算讲算讲一个咒语就对啊，所以咱毋是佛教节目啦，所以有一寡专有的名词，咱都大约讲就好啊。较毋捌啊，都莫再讲毋对歹势。简单来讲，就是这是有咒语或者经验的意思。经过这个咒语加持过食物，就会变成所有的法强。也就是讲，这个物件会使上奉三宝、佛法经。平等下死五鬼众生，消除众鬼的痛苦安尼，这就是经过这样加持的方式就对啊，伫食物顶悬做加持，减轻痛苦啦，互伊会使食即个物件，使减轻痛苦所以荷兰尊者当然学会晓即个多罗尼西实法了，就甲佛陀讲感恩啊，就去准备即个食材供精，所以就要来布施五鬼将此佛教才有设立即个面前鬼王拜会即个习惯嘛。有即个放盐口即款做法，所以盐口鬼王都开始是安尼来的。咱拄则讲到面前鬼王、盐口鬼王，毋管要叫伊啥物名吼，其实嘛叫做大师爷。这大师爷的名较大师爷，大师爷，大师，大师，观音大师的大师。大师。是安怎叫做大师爷？有一款讲法就是讲，其实伊是观音大师的化身。观音大师也就是咱定定讲的观世音菩萨啦。对了，伊通啊化足侪身份啦。伊伫咧佛教的经典叫做《法文经普文品》内底有讲观世音菩萨有32种的化身，伊会根据需要来现身说法，所以当然这嘛包括着咱头前讲即个五鬼的形象，所以咱若是伫咧普渡的时阵看到一个用纸糊的大师爷，你若普渡公普训会看即个物件，即个纸糊的大师爷，伊就会踩伫现场放盐口。你毋通想讲即身安尼青面了嘅西门大角是倒位来妖魔鬼怪，毋是吼，伊先讲是神佛等级的嘛，因为咱讲伊是即个观音大师的化身，所以伊其实神佛等级的。补充一下，一般啦，即款纸糊的大师爷伫咧普渡仪式了结束了，伊就会甲银纸做伙化掉，化掉，烧掉，对，咁会化掉。但是除了一般普渡出现的即个大师爷了以外，其实嘛有专门伫侍奉大师爷的庙，有即款的庙，上有名上大境界就是伫咧嘉义闽乡的大师爷庙，大士爷庙，伫咧普渡的时阵伊足闹热的，因为我捌参加过一届，说哇，人实在有够济听讲较早是因为即个乾隆年间北港的泉州人甲闽乡迄时阵做打鸟。打鸟的即个漳州人发生漳泉海盗，伊个拍做伙啊，对，就死真济人，到尾慢慢平定落来了，再来协调讲，后来咱协议讲要来即个祭拜伫即款的海盗当中，伫斗争当中过身的人，毋过咧。泉州人无爱对漳州猪，漳州人嘛无想插泉州梨，这是因的讲法啦。我当然用的是较漳州腔的讲法，其他有猪甲梨即个方式来讲，就是讲泉州人定定会骂即个漳州人，泉州人会骂漳州人，讲是漳州猪，因为漳州人主要是做田的。做实的，若漳州人会骂泉州人，讲是泉州梨，因为伊是做生理为主的，梨啊叫梨啊。梨啊，就是歹遮的货物啦，歹啥爱经商做生理嘿，一个猪一个梨，这梨是一个动物啦，驴子的驴，驴啊，你无讲了要听无？对，所以咱若是用漳州腔是安尼讲啦，但是你若用泉州腔，因就会讲是漳州猪甲泉州驴，但是共款拢有押韵。猪啦，从台北话讲猪啦，猪就是以泉州腔为主，所以你因连即个普渡都爱分开拜。
啊，佮分成顶家甲下家的大埔吼，顶家甲下家拢算大埔，是以庙为中心吼。顶家伫庄仔头的东边，拜7月初1至7月初3。你若下家是庄仔头的西边吼，西边这边是拜7月21、22、23，嘛是拢3天，所以拜的时间都无共款。到尾啊，佮增加一个月底小埔。所以当然迄两个算大埔，即个小埔嘛，叫做囡仔埔。主要就是因为拄则讲这两个大埔的时阵吼，有当时你会有一寡囡仔去刷着，去惊着，普渡当时会安尼。甚至古病内底，古病就是咱拜拜时大病啊，或者古病会听着囡仔的哭声或者笑声，所以才会安尼才会做即个囡仔埔。囡仔埔的时阵，大师爷甚至嘛会做成囡仔形。咱拄仔讲有抓古的大师爷，嘛做成囡仔形安尼。一直到了战后，毋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拢开始伫推行讲安尼伤劳民伤财等你看一个月要破几届所以最后甲大家合作伙统一伫即个旧历的7月21连续3天来做普渡安尼即个。目前啦，即个大师爷庙伊普渡嘛已经演变成闽乡的大师爷文化节所以真闹热。我伫闽乡读册的时阵嘛捌参加过一摆，规个即个闽乡市区拢会封街，规个街拢会封起来，摆上清淡的单位，互你去洗街。安尼迄落场面真大。我真正捌行用，因为你机车还是开车，就停伫外口行入边，行到骹会酸，行袂了。我较早拢伫遮徛，我倒摆咧落扫，但拢无法度用行的，要求。所以讲安尼场面是非常的壮观，非常大，非常大。嘿，当然包括普渡街有的一寡像即个翰林院、南洞女色、看星看道等等嘛，是拢会有啊。这拢是过去普渡定定有的物件。南洞女色甲即个翰林院拢是教训的烧掉的物件，抓厝、抓狗的厝。迄就是顶爱烧互因就对啦。所以大家若对普渡的文化有兴趣，会使去听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单元叫做市场没东西。题目内底有题目应该是我的生日是7月半，我若无记毋对是即个题目，会使去听迄一集。讲到即个闽乡即个大师爷庙，我就想讲我较早嘛有一段时间踮伫闽乡迄时有几间著名的店头就像即个阿吉面摊。捌听个芋圆佫落间锅肉店然后有所在有做鸡肉啦对无？鸡肉有所在讲鸡肉咱是讲锅肉啦像遮个店个人讲过所以毋知讲遮大家毋知影有好无啦，祝福因啦，真久无去啊，无行到遐，无行到离开迄个所在，有时就是爱看基宴啦，就是缘分所以若有闽乡的朋友听着麻烦你留话甲我讲，看有搭几间佫伫哩无？因为我嘛捌去过，迄拢是我学生时代记忆对吧？好，来咱即个为。即个魔法阿嬷开始讲甲名人大师的故事，咱嘛讲完啦毋知大家对于即边的即个主题有啥物款的想法？即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或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r. Box 留话互我。另外嘛会当到 Instagram、Facebook 查找即个姚特聊天来甲我互动。顶悬嘛有一寡补充的内容通好参考像我最近就写较侪补充的内容伫顶悬。当然你若非常介意阮的节目嘛，欢迎你点下 Show Notes， 也就是即个说明的单位内底有即个赞助的连结一杯咖啡的钱互阮有更较大的鼓励。那安尼咱就后礼拜来继续听故事咯。感谢你咯，继续收听下礼拜再会，拜拜。